咱分开前面，大声面对冰冷的空气，为什么阮隔壁的心袂当麻痹？要等到何年何时？要等到何年何时？才会当中阮过去？心爱的你到底你到底伫倒位？大声面对冰冷的空气，为什么阮隔壁的心袂当麻痹？要等到何年何时？要等到何年何时？才会当中阮过去？心爱的你到底你到底伫倒位？我觉得哇，你实在很帅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日式的演歌吼，有的是较男子气概较派的一种不，个性比较强的那种。啊，你今天唱这首，你让我感觉到一个浪子的柔情，而且我在你音色内底听到迄个气泡声哦，那种就是一种这个起来一种的气泡声，那个也没那么容易唱，就是你爱春秋，然后要拉坎西，然后要这些都是很耗气的，所以这跟你潜水应该也有关系。在水里面会练习唱歌吗？是没那么厉害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歌的表演真的很帅。然后